歡迎收睇廣東麻雀頻道，呢度係硬頸版麻雀。今日係4鋪無翻紅中變，咁呢期係多中系列嘅。OK， 睇第一鋪，起手已經2個紅中，第3隻紅中都嚟埋。就已經2萬幾下，我冇辦法到。仲係冇糊叫，真係暈啊！3個紅中叫啲咁嘅糊，3、6、9同仲有7索，咁樣就大升級，對碰都可以食，7對都得。咁我揀咗叫3、6同仲有7同嘅對碰。OK， 7對搞掂，中6個。第二鋪，呢鋪起手冇紅中，睇下自奶法。第一張就入咗偏張3筒。正啊！連續入張，再入一張就叫糊。摸個紅中就叫糊。紅中即食，中6個。第3鋪，我頂啊！咁都可以打咗1對1筒。第2個紅中到手，在線等碰啊！係得我冇得碰嘅，我啲對臭㗎。終於輪到我碰啦！升級2到5萬都可以食啦。碰得好，碰得好，中7個。第4鋪，又咁多對，頭都暈啦。咁就叫住7對嘅糊先啦。碰咗轉叫啦，反正7對唔翻倍嘅。你都入牌啦，你我有你碰牌嘅。唔夠嘅，你打俾我碰喎。我哋第一段包都咁冇，講喎，當時3都碎啦。幾紅？咩啊？3萬搞掂，中6個，點讚接好運啦！